我覺得一個好嘅小區咧，一定係集地段、配套、商業、交通同埋小區自身嘅品質如一體嘅。今日咧帶大家睇睇中山嘅豪宅標杆富逸城津宇項目，位於中山商業聚集地長江路同孫文東路嘅交匯處，處於旗峰新城門戶位置。富逸城咧都係超大型嘅綜合商業體項目，配有甲級寫字樓、國際公寓、高端洋房以及我哋熟悉嘅中山商業購物中心標杆富逸城 Top Park， 集食喝玩樂如一體，引進各大一線品牌綜合購物中心。項目咧都係由本土知名嘅豪宅開發商富逸實業打造嘅，好似我哋熟悉嘅富逸城津園、富逸裝飾廣場等等，都係出自呢個開發商嘅手筆。嗱，佢99方呢個戶型咧，居然做到南北對流，而且仲係雙陽台喎。南邊咧就可以睇到東區嘅城市景觀，北邊咧與我哋嘅五馬峰公園咧只有一路之隔。做咗南北對流啦，但係佢廚房啊啲空間啊都唔會好細嘅。入到嚟動靜分區，3個房間都非常之骨緻嘅空間咧都好 OK。呢個主人房嗱，好大嘅衣櫃嘅位置，同埋咧主人房都係做咗套間嘅喎，佢係3房2個衛生間嘅喎。124方呢個戶型咧，佢就做到橫廳嘅設計，好闊嘅採光面，所以入嚟咧光線都好好。同時咧，佢呢個都係價值5000蚊每一平方嘅交付標準嘅樣板間嚟嘅。廚房嘅方太3件套都係配齊晒嘅，重點係全屋佢都配咗大金嘅中央空調喎。咁洗手間乾濕分離都係做好嘅，跟住每個房間咧呢個戶型空間都相當之 OK， 而且咧光線都好好。入嚟呢個主人房，嗱佢做到套間嘅設計，衣帽間咧喺呢個位置，呢度咧仲開咗個窗，咁呢個格局咧佢主人房係可以做到南北對流嘅。咁基本上就可以做到拎包入住啦，又係現樓，又係精裝修喎。如果你唔中意裝修嘅，仲有少量嘅毛坯單位。如果想了解呢個詳細情況嘅，可以喺評論區打666。